雲南野生菌，啱先呢個咩菌嚟嘅？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啊？我是兼職。哦，這就是牛肝菌。這個是牛肝。這個是什麼青？劍手青。劍手青，對。阿賢幫佢排下咯，可以。對。這個就是什麼？這個不知道。牛肝菌，這個就是牛肝菌，這個怎麼是？還是劍手青？是這樣，是這樣。哦。這個後下是不是？嗯。我以為是怎麼這個顏色呢？黑黑的。這個是竹笙。先下的這幾個要播半個小時。這個是好像它另一種雞樅吧。就呢個咧就係牛肝菌，就呢個佛手青。拿個燈機喎。哦。呢個都係屬於牛肝菌嘅一種。又仲有嗰啲紅菇呢啲紅蘑菇，讓它開一下。今日嚟呢度中緬咩野生菌私房菜，試下佢，睇下好不好吃。冇去雲南啊，喺呢度，依家係雲南所有嘅嘢，包括嗰啲野菜咧都係雲南。唔係你傾佢先啦，傾佢。涼拌龍爪菌，涼拌菜嚟嘅，冷盤嘅，試下睇好唔好食。而且我感覺香嘛，那個好不好吃？味道 OK 喎。所以嘛，菌嘅涼拌，試下先。呢個蠻好食啊！我那個煎啊，你一煎完啲好似啲木魚咁樣，但係佢實啲嘅。要嘥時間煎。呢個想唔記得錄添，掛住食呢個虎爪菌菇。呢個虎名想打個字，好食好鮮。啱啱加咗個雞落去，都唔記得錄，掛住講。就再呢個咩菇嚟嘅呢個？呢一個喇叭菌。喇叭菌。咁嗰個竹笙加未啊？竹笙你陣間咧滾起身嘅時候。哦。因為佢如果要放落去煲咧，食得溶嘅。哦 ，OK。所以你滾起身。哦，仲有個竹笙滾起，係滾起可以食㗎。而家等佢滾，俾咗隻雞落去先軟雞，等佢滾起就可以食。嗱，淥雞要講究嘅食，佢倒個雞落去滾起，滾3分鐘就可以熄火食雞，啲肉就唔會老嘅，唔會鹹嘅。等佢滾咯。我就加咗幾隻鮑魚，4口鮑，加咗幾隻鮑魚落去鮮啲，鮮肚鮑。一俾埋啲竹笙落去滾起咗啦，先飲湯。個湯好鮮好鮮。你翻嚟同你去雲南啦，雲南先正式，仲更加鮮。呢度都空運過嚟係差啲嘅。開始啦。而家擠晒落去嗰啲係野菜，雲南空運過嚟嘅野菜。好幾種嘅，不過我哋唔識。去到雲南咧，你去啲餐廳咧，多數咧都係俾呢啲野菜，佢係任你食嘅咁樣。攞啲雞湯煲咧，佢就好好食嘅。好似一慣。